得感恩之外，也很愿意跟人家分享。所以他是一个快乐的人，超快乐给你。嘿，因为我新冠都被上过啊。用白讲来，就按你广播人来讲的话，首先门槛第一个门槛就是要分享啊，很乐意分享，你就会当一个快乐的广播人，对不对？嘿，今日呢，來又唱到啲節目嘅嗬，因為你客家妹吧？冇錯個，喺客家妹，唔都係同貼睇哦，而且設計嚟好客家化哦，喺設計種客家化引進來哦，更要給他個掌聲咯。好啦，嚟有請到入面好朋友，叫做Annie，看到佢就會快樂嘅客家妹，分享真正嘅安安。大家好，我係安安。耶！嚟分享你嘅節目嘅嗬，來看到你嘅資料簽到。蜜蜂其實談兩三點鐘嚟看。有啊，因為看到你今天黑眼圈比較重。幹唔下。我念了，熬夜。這邊那個濾鏡都很棒的。因為你見過因為冇單槍底下嘅公布當紅啦，同時安安有啲嘅面數當紅，可以直播同太極來看下嚟大嘴股啦。對啊，臉書跟 IG 都有，大家可以關注。搜尋什麼呢？搜尋。安安 AANNEE13。好了，然後看到安安好來，你講到先講到要母語部分，母語這個部分。這個係客家語，台北冇講客家話，係嘛？對，從小沒有。我可能台北就聽阿公阿婆帶到竹北咩哈？沒有，我在台北長大。你台北長大的哈 ？OK，該用的話，中文話有什麼樣的動機？想了你嘅，去打給母語，要跟楊轉來。我是在18歲那一年學了1整年的客家話，然後後來又去考了客語檢定，對，然後又再去參加了一個客語的演講比賽，就是大概只有5個人參加，然後我第3名。我懂不懂啊？哎呀，懂聽呀，我聽懂。 5個人參加，對，就是因為我覺得真的是多了一個語言，多了一個世界。就像學英文一樣，那我學英文，那為什麼我不能學客家話呢？就是從小好像在聽阿公阿婆講話，阿公阿婆講話都從小聽不懂，你就覺得好像在吵架。對，但是長大以後，我覺得有機會去學，因為學校開課的嘛，那我就去修這門課，然後我覺得蠻好的，就是真的，我就聽得懂阿公阿婆講話。對，做咗個溝通啦，進一步做個溝通啦。對。我要當恭喜哈，因為透過呀，你這個母語念做了過後，你去年你嘅講下廣播電台，你還傳遞有特生獎，對，你也有參加，對，有參加第5類吧，就是只要最短的那一種，對，好像2-3分鐘1-2分鐘的那種，就公益廣告之類的啦，好啦，談到安陽嘅話，就等於講，多一種語言就多一種嘅競爭嘅能力，對，錯冇嚇。來，既然按來呢度前面向前譬如話嚇，條嚟大家講一下嗬。看到人嘅按到資料過後，我發現到講嗬，一個細阿妹嘅做得到這個嘅成分，做得過得很精彩哈。我想一聽佢有懂得嘅想法，而且我看到了還很多有關於你是更加是一位斜槓青年。斜槓的呀，你以前沒有講哈？斜槓啊，斜槓啊，以前你講到講，以前沙飛哈，自從 AI 出現了之後呢，哈，當多條路被 AI 取代掉了。你講是講，你有當多斜槓的方面哈，訓練自家當多斜槓的方面哈，你就立於不敗之地了。有冇唔錯個？我本設計嘅人生行較精彩，行較澎湃啦。唔過係做講精彩咯，澎湃一件事情係按簡單，你講我做懂多嘅事情就做得呢。我用辦了安排，用辦了規劃，我覺得這就是阿安比從厲害嘅素材，就每一件事情咧就做到哇十分嘅讚掉呢。我看他盡量往那個盡善盡美去追求。個目標啊，冇唔錯啦。哇，嗰時候今日嚟節目當中就會好好同阿安好嚟討論一下佢嘅斜槓強面。一樣，我出頭要對人家radio前面鄉親朋友啊，我覺得有注意啦，哈，做得幫助一單位你鄉親朋友啊，迄個是講哈，當然斜槓不是只有年輕人的專利哈。像蜜蜂，我這個本身咩係啊？我跟印象講，我除了教書以外，你看最起碼我做廣播做得當快樂啊！這也是我的斜槓，對不對？很斜。嗱，我去講完講客家話，我有沒有斜槓呢？有很斜。啊，斜得窮窮嘅幫聽人。
好，就是讲给别参加此段时间内哈，来做的借助于安的经验哈，来提供给 Annie Radio 前面向前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吗？好啦，那第一个呢，我们就要来先问问安安啦，吼，因为啊，有学习客家话，我说你挑一条的播给各位嘞，就要请安安来推荐一下。那刚刚就有问到几个，你最近有谈到嘛？给客家歌有本英雄懂陈帖给嘞，你自己最近觉得很有趣的一首客家歌，或很有感情的一首客家歌，黑那一条嘞？我在2月19号参加了那个母语的推广的音乐会，然后又再次听到这首就是跳摆给你。感觉那一条呢，应该要哼一下才会低哦。爱记得，爱记得。走地，今日上来选手要跳歌嘅係陳邊頭阿頭哥仔嚟嘅跳。我哋向前啲睇講好哈，你唱到跳擺嘅人哈，要說你要跳歌哈，當好唱真係當好唱哈。來，幾件本日歡迎大家嚟收睇呢個米粒風放啥？來蜜蜂，然後係黑印證，同位哈，你也客家妹哈，剛剛談到講佢東腔斜槓對不對？當然工強面，係錯，來，佢從鐵講開始講。鐵講，鐵講，有人做得嚟上線，做得唱歌嘅問題未做得咯。冇問題啦，呀客家是嚟影相，我同阿倫互通嘅話咧，你要開放呀嘅 call in 哦，08001109，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一齊來互動哦。當然啦，還忙有呀嘅天方夜來金錢嚟吼，你先來問一下阿安好嘞。因為說到這個斜槓啦，我覺得一定還是要有個中間值才可以斜出去嘛。嗰首假是會同大家來小結吧，你會有辦法去小結起㗎。如果你的正職，你要選一個來介紹，你會選哪一個當做正職，然後來介紹給大家呢？我會說我是一個專案經理，然後在軟體資訊業這樣。哇，談起來就係嗰種我坐辦公室底部嘅條路。係。唔過咧，佢嘅腳啊，吼，較動口稀稀疏疏。動口來去做動作，然後表演上班嘅發通。嗰時候一開始，你起碼嘅時間發現到，自己跟表演很有緣分，很喜歡動口做表演嘞。一開始是在台北花博親善大使，我不要告訴大家哪一年，大家自己查。對，就是那時候只是就是在網絡上就是聽廣播，對，我是在車上聽廣播聽到台北花博親善大使現在要選拔，然後我就覺得我好想去哦，然後我就去查這是什麼樣的活動這樣，所以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那其實在那個之前啊，我自己因為可能小時候學鋼琴啊、學跳舞、學跆拳道這樣子，所以就是表演藝術相關的是我一直有興趣的。然後我從國中就開始看舞台劇這樣子，對，所以這是我喜歡的領域。哇，唔過佢是冇做過，我很唔上台。對，唔會緊張嘿，而且你還很有興趣，想說來聽奏，去奏，唔會驚嘿。驚啊，當然驚啊。對啊，所以就是那一次去參加，其實是花了很多心思。比如說，我就去查哪一個區，台北有12個行政區，哪一個行政區最容易得獎。對，要先競爭比較小。對，要先去查好，然後我真的壓對地方了。我壓的是萬華區。對，然後萬華區的人相對來說比較少，所以就是別的區可能都是要早上初賽，下午複賽。萬華區不用哦，一次搞定。走上條就結束嘞。對，嗰時候你就順順利利按你來到決賽了，是嗎？對，就是萬華區不用分出決賽，所以就是一次直接入選。對，一次早上就搞定了，就是直接選到前3名這樣子。所以其實他很善用他這個資訊類啦，就先去肉搜完。我先去請資料。也記得你特別講啊，知彼知己，百戰百勝。除了過後呢，就係比較容易上手啊。當然，而家目前有講到講，也係自己嘅專業嘅部分哈。剛有講到講係你在我們對你啊國際禮賓親善協會做講師。是。也做到了，他講一下，嘅服務嘅性質內容嘛。國際禮賓親善協會，它是一個推廣禮賓親善教育的一個協會。那其實在這邊呢，所有的講師大部分都是親善大使背景，就像說我是花博親善大使嘛。
那也有很多的讲师呢，他们是在学校的时候，他就是不同的亲善大使团。对，那其实亲善大使，我们大家会想到说，哦，就要穿得美美的啊，然后站得很直啊什么的。对，那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有一些对形象、对自己的形象更加的注意，或者是讲话怎么讲话、怎么应对是比较有礼貌、比较可以比较识大体的。对，然后或者是甚至是一些危机处理啊，或者是英文接待啊等等的这个相关性这样子。哇！我說你去做講師啦，可能當尾啊，都討厭，來到尾嚟都討厭啦，還有台南咯，我能開南對，蠻耐去搞，係啦，所以當好最主要嘅就係學個搶要搶去背隻主題，嗰個你再去到你鄉親朋友就講學生嘅，也得來做隻設計啊，對對對。就是我覺得有趣的事情是，我會結合，在表演領域，不是我們會學到是從身體出發，對，那我從身體出發，怎麼樣在親善的時候看起來比較不緊張呢？從身體嘛，那怎麼樣看起來緊張？就是碎碎細細的動作很多的時候，所以就說哦，我們不要碎碎細細動作，看起來就可以假裝不緊張了。就是其實我會用不同的層面，比如說以表演的角度切入，或者是我在公司的時候，我們要開一些國際會議的時候，有哪些事情是要注意的，等等，就是我覺得結合了不同的經驗跟學生分享，這是一個學以致用，而且你要想過，然後才知道怎麼分享的一個過程。實務跟理論啊，因為佢去加有兩片嘅經驗，但係去做表演，有可能表演做到以後，不過可能就會做某次演吼。啊，唔過假使佢有啲位留個啲隱私啊、自己開閉嘅經驗，有做得夾下起來，就變成這個不只是教大家，更多的其實是從專業到生活的領域，都可以把它結合在一起，夾下用下安呢。好，其實下來咧，問一下啦，因為一直以來咧，進城單槍有做吼，很像是那種選美小姐啦，或者是禮賓接待啦，很多都其實裡面有做嗰種動神奇嘅戲劇，我之前有看過你。做阿醋都像是小丑類型，或是比較可愛類型的表演，因為我們以為剛剛按的共態好像都是很氣質層面的，你跟我們單槍按的呢，那時候會去接觸這些表演，會不會覺得要同禮賓小姐偵查動態呢？其實那個過程是我先參加了全球城市小姐的選拔，然後之後就是這件事情，其實它讓我原來明白了，我可以站在舞台上。因為表演這件事情，沒有人看，它就不成立了。對，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試金石，就是好，原來我可以站在舞台上，然後有人要看。好，那但是我的表演一定都還需要磨練，我沒有這些技術都還不夠成熟，所以我就在小丑默劇團有做了更多的跟表演的開發。那我們可能就是需要去百貨公司去折氣球，跟小朋友互動，或者是我就是要去當一個雕像。就是我是威尼斯人當一個雕像，然後有人來投錢，我就怎麼樣的跟他互動啊？對，就是他其實是在開發我的表演的很多的面向，這樣子。他也用講，就除了講，也算是個表演者嘛，對不對？冇錯個。也比較專長加蜜蜂講都講看佢質量看進球啊，因為看到佢身材運動，佢做馬上運動，講唱片都包講佢做有兩個種髮嘅削肩的一件禮服，髮嘅縫髮嘅紅的紅花，就動獎。嗰個呢，佢還會都你係歐麗有冇？你同樣有冇歐麗？係個聖誕節嘅時間哈，有大炸。歐蕾不是得打折嗎？沒啦，對也冇關係。我想說，接下來我們來聊買紅裙子打折是嗎？你這眼睛都一亮，我看到你的亮了。對啊，什麼可以叫買丁啊，可以買可以好啦，我們比較膚淺啦，我笑了，真好笑。好，跟住呢個哈，看到佢不管佢在表演嘅方面各方面來講嘅話哈。他還有所謂的表演以前還有儀式感啊，冇錯，準備。一個東西啊，除了講唔係講搭訕已經有相當嘅，我覺得可以透過他的經驗，好，把人家列到前面向前提，大概迄個是講當中
我当紧做，或者讲做嘛事情当紧做，但是就像蜜蜂一样，看到见食物的头啊，坐到我旁边，我就当紧做，我书就唔知变到哪好，哎呦，少来，少死少死。好啦，今日先谈过下，继续做到现场哦。好，你哋前面向前票，大家好，我哋繼續進到呢個現場咯，而家繼續為大家嚟進行嘅節目係你嘅米粒風風扇，我係蜜蜂，然後我係英珍，我係阿安。嚟歡迎你啊！講乜嘢嚟對節目表擺度哈？剛有講到講哈，要斜槓嘅強人啊，其實你說了就算了嗎？你這個講啊，係斜槓誒，你真的就是斜槓嗎？排泄啊哈，但沒人信我。就去甲講去甲談。好，不過你講正經有樣啊，將有來到有樣嘅試推哈。出到正經都培養一種能力哈，對自己嘅未來也好哈，也目前嘅狀況也好。基本研究了也像說你啊安哈，大家嚟做分享一下哈，就是說你這種斜槓的部分哈，嘿你看到一樣東西有興趣，你就去學它嗎？也還有一個，你覺得這整個大環境需要這種的專業的東西，所以你就想去學嘅。嘿，你有辦嘢呢？專業斜槓，專業斜槓，其實也只是分享，就是我的分享，我的這個過程是。我先去，比如說參加比賽也好，比如說累積作品也好，然後我去試過之後，去比較確認說好，我到底適不適合舞台，或者是有沒有人要理我等等。然後我不是直接就辭掉工作說耶，我要去表演了，我沒有這麼的厲害，對，我有用一些的這個過程，對。不過，阮用版本去搞落去接觸遐件事情，因為有可能啲去搞本單嘅兩位地位，迄種專業嘅，韓國較有經驗嘅，我遇到新嘅環境啊，難免會做講啊，原來我這麼弱，要怎麼去面對這件事情？我用版本去搞用去落去接觸新嘅事情啦，韓國新嘅挑戰，那個勇氣跟那個謙卑的姿態要怎麼達到呢？其實我覺得自己也走過一些白目時刻啦，對，白目時刻，對啊，很多白目時刻。對，我覺得真的是感謝白目時刻大家的對我的包容，或者是不爽也好也沒關係，但是我真的是感謝就是被接納的這些白目時刻。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我們有個 MV 要拍，然後呢是半夜大家集合嘛，大概3點集合這樣子，然後因為人很多，所以老師在幫我們做梳化。然後因為我那時候也是短頭髮，然後因為就是大概因為就已經要出發了，所以說大概我的頭髮是用到一半，然後我就想說，等一下要去苗栗的那個苗栗，對，去苗栗的那個大峽谷拍，所以已經太陽很曬嘛，所以我就戴了帽子，因為我只是想到說我不要被曬。對，而且曬了以後妝會掉啊什麼什麼的。對，但是這是件白目事，為什麼？因為剛剛老師頭髮才剛剛吹好，吹了一半也好，沒關係。但是他一直說你這個帽子，我後來才知道，就是你帽子戴上去會有被壓了一條線，所以老師要再處理反而不好處理。但是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只是想到說不行，就是我怕我的妝會花，所以我要戴個帽子。其實那你嘅白目時刻來，這個沒有經驗，都要有的啦。但是我的白目好像沒有你這麼白目。可是我嘛知道不知者無罪。因為上身真是唔會注意到。就話有一擺去拍戲嘅時間，那些妝髮總都後生，結果咧，你知道片場忍不住就是會有那個貓咪出現。哦天哪，我還有一個貓控還懂好沒有然後接下來就啲咧喵喵喵，然後你知道愛貓者還有個習慣，就會吸貓。你就一批沒有這樣，然後我就發現啊，妝花了。然後後代給把總是那些貓孔，然後說好啦，我可以理解你了，因為我剛才忍不住吸了2口。是，黑啦，就是有一些比較沒有經驗的時候，對，可是要怎麼去面對這樣比較沒有經驗，文氣感慢慢的累積後給經驗了，你怎麼去學習，怎麼去探索？就是白目時刻，就是回首這些白目時刻，其實你也知道，可能就是因為你的白目而失掉了一些機會，這是很有可能的。我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就是這件事情差了5年，從頭到尾。第一次呢是
5年后我们用倒叙法好了。5年后呢，我去了一个 casting， 然后那个 casting 老师，他就是因为也是讲客语的那个 casting， 然后他就说，静纯你怎么都不一样啊？我说哈，怎么了吗？他说我觉得你现在的就是人很开朗啊，然后什么也更年轻啊或什么，然后我就想说，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后来我们 casting 完，那老师的意思是说，5年前呢那个 casting 他觉得我的戏是好的，但是他觉得我有点严肃，然后他觉得这样子可能会不太好合作。然后我就回想5年前，我就想说，老师不是，只是因为那时候我菜逼吧，很紧张，所以我没有，就是我只能 focus 在眼前我的做的事情，比如说我的戏、我的剧本等等的，我没有，对，我没有办法去想到旁边的人，跟旁边的人要微笑、要 social 或什么的，我想不到这些事情。对，所以礼仪亲善大使就很重要。真的，我礼仪好一下呢。这个也就是经验啦。我觉得是真的是经验。对。迄个是讲基本无经验的话，当然做遇到面面都俱到。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是科班，比如说戏剧科班的这些人才，他们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先学这些事情，或者是学长姐的交流啊，都可以先学这些事情。我就觉得，这也蛮好的。对啊。但应该说我们也不会当回去搞那种事情啦。你不会吃眼给就淘汰嘞，就被淘汰了。你有没有发现化妆不适合这个产业？哎呀呀！后来就发现，迄种要给问题，迄种要种民雄处给。对。我很敬佩静纯，因为每一个目标嘅两位，目标用嘅怎样，佢哋使用嘅雄处方式就完全不同。对，就完全不一样。就嗱有一擺去到嗰種諮詢公司開啲，睇下就以後表演給你就會較發條眉，就比較活潑一點。然後我就發現好像太過熱情了，他們有點不習慣。他們說我們只是很少遇到，你也請給你聽聽。我這邊我覺得可以回饋，我剛到劇團的時候，然後我總天哪，為什麼邏輯都不一樣呢？就是我們沒有邏輯，就是在公司，就是你覺得邏輯不是1、2、3或什麼，然後到了劇團，然後你就這邏輯是完全不同線的。然後剛開始就是你也會摸了一堆奇怪的狀態，然後就是比如說你會被導演罵的那種你從來沒有聽過的罵法啊，或者什麼的，就是我覺得回首都覺得這些過程其實還蠻寶貴的啦，就是它也是一種磨練，說實在。嗰時候會請工啊，唔但像係準呀給請工，韓國人給適應力，用白落去請工，我覺得這也是很關鍵事情。對於我來講的話，我覺得是很正常的。為什麼隔行如隔山？係嘛？迄個是講大家都話研究好了嘛，就話那我們還要做什麼呢？但是我當一定係重要經驗累積好了以外，當然自己嘅上網大表咩係當重要嘅啦，然後也還有些時間，就像講唱歌嘅你嘅安啦，就講佢當專業在他的表演的地方。講一般有5月份講有隻表演係嘛？5月份嚟有一個表演，我同太子家強下來見面啦。嗰時候你見本日嚟咩有正批條嘅，我有個表演嘅小音檔，我同太子家來分享。不過想先請安安前情提要一下，這個演出大概是什麼樣子的演出啊？我們待會聽到的這首歌曲《生之挽歌》大概是一個什麼樣子類型？合唱類的歌曲嗎？還是？好的，這部戲呢，它是合唱戲劇。那合唱戲劇的意思是，合唱團其實是比較重要的主題。但是因為呢，我們主辦單位的這樣的創舉，就是說怕合唱團有些人聽不懂合唱，容易睡着。所以呢，演員就是很重要的是讓大家能夠隨時保持精神的集中，可以融入情境。對，就是教官就對了。1、2、3、4、5。就是讓這些觀眾他們會看到現在是什麼樣的故事線，然後所以用什麼樣的歌曲繼續的去說故事。所以我們演員呢就是站在前面演戲。那這一部戲呢，其實它都是走在意外這件事情，很多很多人生當中非常真實的意外，然後怎麼樣發生，怎麼樣的結果。嗰首其實係一個合唱類型的戲劇。那我們今天節目當中，節目直播裏面有 talk 嚟幾條直播嘅合唱歌，我同大家共下來分享哦。好，繼續你哋前面上前冇就開 NTV 軍事歌響談過，可以繼續上到現場哦。3、2。好，你哋前面向前大家好好地繼續進到你嘅現場咯。而家繼續為大家嚟進行嘅節目係你嘅米粒風風上，我係米芳，我係英珍。
嘿啊安，歡迎你啊安啊哈，你客家妹哈，你客家妹因為按聽了講做戲本太家困啦哈，當然想起朋友聽我想講啊，可不可以印度它的風采？可以哦，而且啊，安啊，唔單槍啊，我做戲，還同我分享，談講基本嘅，同我送票本太家呢，要安好啦，來這個講一下，頭也壓到尾哦。對，我們今天要送出5月19號晚上，星期五晚上的戲，叫做《櫻花行走的瞬間》，主辦單位是彩苑文教基金會。藝術文教基金會。所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我們剛才有聽到了一首歌曲《生之挽歌》，它是一個合唱歌曲，然後聽起來又有一點點的思念的感覺，它不是那種很快樂的一種歌。對。嗰首也嘅故事係啲嚟講乜嘅咧？因為其實在這部戲當中，我們就是用很多的意外事件去串出來的，所以每個意外事件它是從我們是從中山堂開始，所以那個年代其實從蠻遠的，然後慢慢走到近的。那我的角色呢是60年代，民國60年代的少女，17、18歲的少女這樣子。對對對，少女啊，怎麼了？大家不要羞恥的，我們就讓她出來表。那個長頭少女啊，少女，不是少女，是少女。少女 ，OK， 好，太深。對啊，還是很好笑的事。要再給你導演整他，你就冇成為恐調呀，確實是。你永遠吃到夠。你們這樣子聽眾會誤會說，這一個少女的故事。不是，這太 focus 了。好，繼續。對。好啦，我講我這一 part 啦，我這一 part 他是在講說一個白血病的女孩，然後全家人一起去爬山，然後在這個當中呢，其實我在做一些演員功課的時候，也要去做白血病的一個演員功課，白血病會發生什麼事情，會有什麼樣的感受。我用嚟去做功課啊。就是角色功課，就是我覺得尹真應該比我更懂，就是我們要去查很多相關的資料，或是看一些電影，比如說我就去查了很多白血病他們的電影。好了，大家最熟悉的應該就是那個姐姐的守護者，對，就是會去看這些電影，看這些心路歷程也好，或是他會發生的事情，比如說他會吐血，他會怎麼樣的全身痠痛等等的這個過程去準備這個角色。因為如果你就是一般的曾靜純走上去，然後我說我要演這個角色，那很沒有說服感啊。你要去揣摩啦。對啊，你要去了解說，這個角色會有什麼樣的身體狀況，等等的。所以的挑戰應該是因為了解也給偏真的給用真條啦。對啊。那我還特別跟我們小丑默劇團的老師團長黃老師就在請教一下，說，比如說他就幫我調說，他會不會講話的時候，他有事沒事會摸一下鼻子，因為他很容易有鼻血。對，他是不是在跟大家講話的時候，他知道現在他可能比較精神，有沒有鼻血？對，他怕自己是不是會留下鼻血在眾人面前，所以他可能講話的時候，大家好，我是什麼什麼這樣子的感覺。對，謝老師。其實人係一出戲，還有一道好談嘅各位，我哋現場同大家傾下來去分享啦。不過今晚嚟啲節目當中，安安也要來把這個票券跟大家來分享。但最重要是大家如何獲得這個票券呢？對啊，我們現在可不可以先來 call in 試試看，有沒有人在聽啊？快點，0800 0001 009。0800000159啦，就在我們的5月19號，5月19號，8點時間安補票就有壓出去哦。那現在安安呢要免費來送票給大家，對。那之後我們也會在公開廣播電台給你組檔後有開封呀給算是填寫小考試，我們也會有個小互動啦，然後大家也可以拿到安安提供的票券哦。是的，是的，歡迎來。咁樣。你安樣講哈，你哋前邊向前朋友啊，一個是有天氣，好，來電話來，讓好了，您好，喂，聽得到我們的聲音嗎？喂，你好，請問怎麼稱呼？魚乾嗎？魚乾你好，學長好。係的，你啊，安講一下互動一下，講一下話，講說一下話。學長好，他是，不是啦，學長小孩都多大了？學長這麼害羞。學長小孩都多大了？對啊，學長真的是
我在之前有一次的生日表演会，学长也有来，他就是一直很支持，非常的感谢。对啊，那个学长现在目前还是从事表演工作吗？不是，他是超级专业的资讯人士，好吗？自己开公司的哦。头家就错嘅。對啊，頭家。跟有送本呀頭家。對啊。寬體啊。學長，你到時候要幾張票，你隨便跟我講，私訊告訴我，我一定幫你準備好。傳後。好，給什麼安之 say 啊哈。謝謝學長。謝謝學長。哎呦，要不然等一下哈，好來，你假使講你鄉親朋友家對呀做寬體有興趣的話哈，你安很大方哈，剛剛你蜜蜂有糖豆，佢講乜嘅？愛幾多張票我就搬嘛，咁我要安好啦。其實也有啲票係有得嘅賣嘅啦，哈。佢講是講你鄉親朋友有興趣看你安的話，咁樣嘅戲劇嘅話哈，都你投演，錯嗎？投演喺到嘅地點。哦，你說地點對不對？在中壢文化中心。你係中壢文化中心哈，有興趣嘅話，你就可以攞來安就送票本你鄉親朋友啊哈。好，來，佢還有一些的時間咯，就來請教你安咯。佢假使講產業出去來講嘅話，你這個收穫青島嘅係乜嘅？你自己收穫最多的是什麼？表演部分嗎？就錯，我覺得表演它是有個重點，是你要很真實的面對自己。面對自己。對，你就是或者是很多角色是你說服不了自己，你也說服不了別人。對，所以你要回到自己很深的東西去說服自己，認識自己，才有辦法演出來。這是表演跟其他的專業很不同的地方。我也拜嘅希望行愛同合唱團同下來合作，所以你覺得跟合唱團的合作上面，跟一般的舞台劇演出會有冇同樣嘅素材嗎？會有不一樣的感受嗎？比如說我們就已經要先抓好第幾個八拍的時候我要講話，第幾個八拍我要走出來，就是要先知道，先聽好音樂才能去做動作，這樣子。我跟你說這超難，因為我會一心二用，我會應周期，還會應數拍子，然後講話不可以講得有節奏感。對，我告訴你，愛同你講，愛同大家想說，這誰在念經？不對吧？不同來做工有幾個難度，但是也有它的特殊的美感在了。所以我們最後呢，還有點時間，再請安安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演出資訊哦。演出資訊是5月19號星期五的晚上，在中壢文化中心櫻花行走的瞬間。非常大家看好了，看櫻花行走的瞬間。好啦，一幾位感謝你啊，安好了，節目別拜讀哈。真嘅，家安講那句話，美鳳姐也蠻認同的啊。要先感動自己，你才能感動別人。好，要先感通切㗎，你這樣做的感通配音，就像你切㗎做節目沒重要啊。知道講，呀，這節目內容要扮演，你知道講，做得好，然後有題材。聊前面想陪他做分享，好，那幾位笑得很開心。嘿呀，幾位什麼安之 C 啊？謝謝安之 C，再來聊。